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9月24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芝。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天气。受到东北风甲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今仔日天气较无稳定，北部、东半部水汽增加。咱来看分图。今仔日开始变天，目前海面上有2个轻度风台塔拉斯和诺如，对台湾无直接影响。不过诺如风台会影响菲律宾附近。外围环流会影响咱台湾北部、港东半部。那北部、宜兰、花莲、台东甲恒春半岛水气较高，到礼拜进前拢会上大雨。其他所在是侪份好天。南部地区和山区过昼会落雷公雨。温度方面，低温大约23度到25度。北部因为有落雨，高温直加28度。那中南部有缘有32、33度。来关心疫情，国内总增加39769个本土病例，病例连续4天拢是下降的趋势。咱台湾按算10月13开始，为国外入境的旅客都会当0+7唔免隔离，会当住一般的旅馆。那挂嘴暗的政策敢会对咧解除咧？指挥官王必胜表示会分阶段开放，而且疫情若演变甲亲像流感同款，自然都唔免搁有指挥中心。等要3年边境要解封啊，一定10月13开始，为国外入境台湾的旅客，都适用0+7免隔离。一寡民众关心嘴炎令是毋是嘛解除？因为当年11月至3月是流行性感冒的高峰期，是毋是代表爱到明年3月才会调整？对这代志，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讲袂遮尔久。那如果要解封，也不会一次性的说，我们就全部都不用戴，不会这样子。我想我们会还是分阶段。去稳健的去开放。王必胜讲，嘴炎政策甲0+7是无牵连的，一直伫收集各国对嘴炎的限制，看倒一寡部分适合伫台湾实施。若是未来实施0+7了后，入境的人会当住一般旅馆，电子围篱也会全面取消。外界烦恼恐惊无法度控管外国旅客。他是团客，那我们请旅行团负起责任，帮他去做联络。那如果是他自由行的，我们会确保说他能够手上有足够的资讯，知道要去联络谁。国内本土疫情已经连续4天降低，日新增加39769例本土个案，另外有41例死亡，其中死亡个案内底上少年的是一个20多岁的查甫人。到院前死亡的一个个案，他在急诊的时候做这个 PCR 是阳性，CT 值是25.3。另外，新冠肺炎是毋是要调降法定传染病的等级？指挥中心是毋是改善？王必胜讲，疫情行到最后阶段，就会考虑做这种规划。不过，即马时机也未到，只要疫情稳定，晚近流行性感冒自然就会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边境特别开放，桃园机场预估今年的载客量可能超过350万人次。国内航空业者也拢在规划增加航班。华航伫8月已经恢复桃园飞日本札幌，10月25开始也会飞Okinawa。年底进前，每礼拜会提供超过300航班。网页7号起24块啊，超过9999人伫线顶伫排队。国籍的廉价航空因应边境即要解除禁令，开卖来促销机票，吸引民众一直抢。看好这个旅游情形，桃园国际机场乐观期待，今年全年客运量已超过350万人次。不过，甲亚洲主要机场来比较，因为咱国改进较慢，复苏程度相对较输人。统计这复苏程度上悬的是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第2名是曼谷机场，桃园国际机场复苏程度只有3.9%。从准备期到应变期，现在应该算是复原阶段。其实我们在准备，就是恢复到原来的一个状态，就是鼓励大众运输工具要赶快去准备接下来的一些服务。机场公司讲，在全球疫情有例外之下，其18个单个客运已经创下2020年4月以来单个上悬的纪录。机场公司配合政府开放边境的市场，优化服务。对着疫情了后，航空市场华航宣布，10个到12个规划搁再增办5城，每礼拜提供将近300班的客运。8月下旬，桃园札幌已经复航；10月25开始，桃园到 Okinawa 也复航。10月起，东北亚航线每礼拜超过100班，东南亚部分除了福飞巴厘岛也开航3条新的航线。另外，中英航空是宣布，10月份预计每礼拜会飞航将近200航班，11月份搁再增加到大约300班，年底目标是每礼拜超过300班。这段期间你去抢购这些机票，目前是贵的。那还有一个现象是航班会不确定，那不确定的情况下，你可能订的机票是不是会被取消，是不是没飞？那这个情况我们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旅游业者提醒，疫情了后，因为油价、人力这成本增加，机票的起伏大，随着各国陆续再开放，航空再增班，未来的机票价格才可能慢慢来降落来。嘛要注意，复苏初期航班可能会有整并取消的情况，民众安排行程要有备案。记者综合报道。入境0+7免隔离，按算10月13实行。日本自由行伫10月11也要开放。就旅游业者先推出东京自由行7日，只要17888块。交通部长王国材也讲，旅游团的禁令也会放零，请观光业者开始准备，欢迎全世界观光客来台湾佚佗。国内0+7特别实施，国家日本首相菅田文雄宣布10月11取消入境人数限制，搁开放国外旅客自由行，短期入境免签证，互旅游业者询问电话接袂线。预定这届政策开放会带动起日本的旅游业。现在因为接下来是赏枫的旺季，那询问度最多的还是在于东京、跟大阪还有京都。整体日本的票价的话，大概涨幅是3到4成。自由行的部分到当地的目的地，因为日元的贬值，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其实旅客在购物的部分跟消费的部分是相对的划算。旅游业者表示，目前已经伫官网推送日本各大城市自由行的商品，目标锁定赏饭仔、厝踅、看年这热门季节。内组想要上紧10月11冲去日本东京7天，自由行只要17888。10月13出发去东京5天，一个人嘛干那爱15888块。不过提醒，秋冬季一直到明年第一季拢是旅游的旺季，国家2、8连续假期3月赏樱花，整体来讲机位拢会真抢市。票价降价幅度有限，各界关心禁止旅游业组团出国，还是带旅客来台湾的禁团令，什么时阵会当放令？对这代志，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请观光业开始准备。现在就是以10月13为主哈，因为包括揽客或是准备大概一段时间呐哈，所以等于说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包括旅行团哈，国外要进来，或是我们要出去。是不是嘛？当这开放大陆观光客入境嘛，引起讨论。高雄市是陆客来台的第4名，恢复到以前的那个交流状况。那你会对一些行业很大的帮助，会视疫情开放的状况来做后续的一些发展跟规划。陆委会发声明讲，考虑人道甲家庭团圆的需求，9月29开始头一届边境放令，包括探亲、丧事也是商务活动，拢会当照规定申请入境。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的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中国时报》，日本10月11开始要开放自由行，不过规定要注3档新冠疫苗，若无就要提供 PCR 阴性证明。因为高端疫苗无伫日本认定的名单内底，所以自高端的民众就要开3500到4500做 PCR。王必胜表示，日本当咧放零边境，会观察日本敢会取消疫苗限制。接落来是《联合报》。112年的健保总额协商会议将决议，明年健保总额搁再超过8000亿。不过，付费者甲医界代表，伫病院甲西医的总额两边的提案差100多亿无共识，所以两岸会做伙送互卫福部协定。那卫福部长许瑞元表示，明年健保保费袂起，会赶紧决定部分负担薪制实行的时间。上尾是自由时报，经济部23公布8月大卖、线卖、餐饮业营业的统计，因为疫情较稳定，休抓有较侪人出门，佮加上父亲节自餐的商机，伫餐厅店内食饭的民众增加，餐饮业营收达到786亿，创历来第2高的纪录。来看美国总统拜登进前接受访问，捌讲中国若拍台湾，美国会出兵协助台湾防卫。不过，咱国防部长邱国正强调讲，袂当干那美国，因为家己国家爱家己救。面对中国的威胁，陆军司令部也开始甲中科院买5000粒飞机弹，协助国家防卫。台海情势紧张，美国总统拜登失败表示会出兵协防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乐观其成，不过无希望美军会出兵来协防，或者讲到家己国家家己救。我想很乐观前，但是我们防卫作战没有靠任何国家，国防部一再表达自己国家自己救，要自助人才会助。邱国正讲，袂使完全倚靠别人，爱先自助，别人才甲你帮助。国军继续强化建军备战，对着台海局势继续抢权。总统蔡英文6月时到海军陆战队陆路，强调国造的红准反增加海战，显示国防自主的能力。
陆军司令部会用死要向中科院采买5000粒的红准军艇，还增加火箭弹，强化国土的防卫能力。红准火箭弹会使支援规港的作战，分做2种。还增加火箭弹有效射程超过400公尺，弓箭火箭弹有效射程只有150公尺，不过会使通过高度40公分的砖仔壁，包含陆军、宪兵、海军陆战队拢伫使用。另外，东沙岛甲太平岛也拢有配置。反装的火箭大概会耗资4亿台币，也就是每大概8万台币左右。这个跟它的就是毁敌能力来讲 ，CP 值是很高的，可以大量生产，可以就是大量的配发现役部队，还有包括很重要的这个后备部队。对着无人机伫乌克兰甲俄罗斯战争发挥影响力，台湾有意来跟进。团结国安会秘书长顾立勇规划200亿个无人机发展总体方案，要直接西过区国政指挥副部长来推动，要求中科院交出相关的技术甲预算，甲7段原本的合作供应链，加由其他民间的厂商来制作。对此区国政后任无人会使主导军事购买，拢要按照程序来做。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高雄厂日前通过工厂建筑物的建造核准。专案会伫今年动工，2024年开始生产。高雄市府预估会当带动其他20间厂商进驻，而且高雄科技营造厂办当咧欠人。高雄也走大省开全台湾头一个营建人才培训班，学员培训350点钟，就会当去做工地监工的头路。大型工具机开入来。中油高雄炼油厂旧厂区内，台积电新建厂办工程，市政府工务局证实，19号开工，日搁核准工厂建筑物的建造，目前已经伫整地，代表正式进入建厂时间，一定2024年量产。建立一个南部地区最完整的一个半导体的生态系。非常重要的一步哦。那陆续其实，在我们 S 廊带的计划里面，还有一些大厂也会进驻。台积电效应也反映在营造人力需求，因为科技厂办甲一般的营造业需求无同。全台湾头一班科技厂办营建人才培训班，由高雄市劳工局甲河村文教基金会做伙开办，让学员学习3D 画图、科技厂兴建相关项目图结构捌图这些课程，结婚了后会当担任监工是监工造力的工作。很多科技厂会一直陆陆续续来高雄这边做建设嘛，所以以后这一个出路蛮广泛的。科技厂办其实它跟一般的一个营建，跟一般的一个案场建筑厂是不一样的一个建筑的模式，所以在这个部分就是要更严谨的去培育。全班22个学员当中培训350点钟，专业知识养成，然后找业界老师上课，提供实习的机会。5万学员结婚了后，会当快速投入职场，补足欠缺的人力。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个12岁查甫囡仔，因为伊的爸爸妈妈互通缉，所以去年11月伊转去三明区一间学校，不过拢无去学校上课。教育部通报警方，伫今年9月初找到人。警方表示，囡仔拢互关店房间，不过因个无受到虐待。不过伊真惊催婚，目前是互阿公阿嬷带回去照顾。米伫4批大的瓦房当中，化名小兴的男童，因为互同学爸母无想要互关，嘛惊互录笑，带着伊台南高雄市隔壁，学业嘛中断。这对父母亲为了躲避警方的查缉，所以他租屋的时间都是3个月到10天不等了哈。那最短的大概是10天。警方表示，小兴甲爸母拢住伫较俗的出租雅房也是套房，换所在时阵较会出外，其他时间拢互关伫内底。高雄市教育局为去年11月发现伊转学无到学校，家访嘛找袂着厝内人的时阵，就通报警政中促系统。毋过因爸母一直咧搬厝，增加追查的难度。最后是警方掌握着爸母伫咧一个所在活动，伫咧9月初较找着即口罩。毋过3个人匿伫咧房间内底，男童甲妈妈困伫咧眠床顶，爸爸困涂骹。因爸母拢是以捡回收物，还是二手的手机去网络卖来维生。他确实是很退缩。在问话的部分不太能够回话，大概因为长期这一年来确实比较都在居家，减少社会的外界的一个社交哈。社会局表示，男童初步检视无互苦毒的状况，不过对社交有一寡惊吓，已经由伊的阿公阿嬷带回台南抚养，而且进入高中来读册，后续由台南市政府来提供着辅导甲协助。教育局只是回应，一般学生若3天内底无到学校，就会通报家访。这个个案有一档找袂到。
是因为伊的爸爸妈妈一直带伊搬厝，无法度查。南投嘛是全高雄最后一个通报中辍的协选者。今年度183位国中以下的中辍生拢已经找到。记者王德婷、明昭款个人报道。2008年来台湾的大鸟型团团，今年已经18岁。8月时，保育员发现团团行为怪怪，喙角的无泡，看监视器发现可能是阳痿发作。检查发现团团的脑部出现病变，动物园嘛讲有死亡的风险。看这片对着镜头，大鸟型团团8月3日庆祝18岁生日，当时家过2个车倒，喙道看起来也袂歹，不过生日1礼拜之前已经出现各样。保育员看伊食袂啥路，喙角有白色的泡，赶紧调外面来检查。才发现伊迄天早时7点外，敢若是阳痿来发作，后来送到台大动物病院来检查，才发现这个病况比所想的也较严重。我们当时应该也是很乐观的，觉得癫痫就是偶发性，因为有一些就是偶发性会发生1次2次这样子。MRI 的一个检查结果让我们也很意外，竟然是已经有这么大的一个病程的一个变化。团团伫台大兽医会诊了后，建议进一步来检查，18伊被装入人仔内底送往病院进行 MRI 自尽做影检查，结果伊倒边的脑部有液化歹死病，范围也不哩大，倒边脑部是有部分的病变。园方解释，中国大陆有鸟型得到这种病，毋过病例无衰，毋过有死亡的风险。团团的病因也有台检验报告出来了后，才较清楚。死亡的风险大吗？就这块，我们当然不能会说是没有，它是脑软化。那是一个脑部呢，就是在一个坏死的过程会呈现的一个病变的一个反应哦。动物园讲，团团阳痿发作时阵，会洗裤啊，行路喊来喊去袂使。18岁伊相当年累50岁，检查了后，胃口已经恢复8成，也互伊食这个抗阳痿的药物。即阵甲中国大陆专家用视讯来保持联络，专业交流管道真顺通。动物园的真上大力量来祝福团团。记者综合报道。1910年设厂的嘉义南靖糖厂，是嘉义县过去制糖产业历史的代表。嘉义县文化基金会即阵邀请老师伫社区教时代，甲囡仔做伙做惠仔帮，甲在地文化用艺术传承方式传承落去。社区的时代专注伫惠仔头帮顶面创作，有的人画火车，嘛有时代画机仔兵，各种内容拢是要来表达伊对南靖的印象甲感情。南靖的车站车牌做元素，然后就是往北的话就是往水上，然后往南的话就是往后壁，然后只是把它车牌去复刻在这个陶板上面这样而已。是无啥物困难啦，那讲老人哦，目睭较无好，做较袂水啦。咱糖厂咧做的桂花香槟，桂花啊有冰淇淋啊，有红豆。1910年是厂的南靖糖厂，边仔有社区甲国小，过去因拢甲糖厂有真密切的关系。为着要互这个基地会当用艺术来展示，嘉义县文化基金会就邀请创作惠仔的艺术家来教社区的时代甲囡仔。陶土的拿捏、捏塑，然后创作到刻画到完成作品，那在整个历程我想是小朋友前所未有经历的。生活记录嘛是因生活接触到的物件，的题材把它做成陶板，然后最终它可以呈现在他们社区的一个角落的一个永久的公共艺术的陈列。南靖国小指出，学校伫惠仔创作这个部分确实较无资源，希望透过这届课程，会当互时代甲学生有更较侪想法，替糖厂甲社区增加新的艺术气氛。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南韩宣布9月2日开始，民众伫户外唔免挂喙压。香港也决定入境检疫要放零做0+3。世界疫情爆发2冬外，欧美真侪国家已经开始甲病毒共存，解除室外挂喙压的限制。南韩总理韩德洙23日宣布，为2日开始解除室外挂喙压的义务。伊讲暂时已经解除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也毋过考虑到进入秋冬了后，疫情有可能反弹，甲流感的患者增加，在室内依然爱挂喙压。未来会照专家的分析，达到减少防疫限制。除了南韩，香港嘛为2日开始放宽入境检疫措施，为暂时的3+4改做0+3天，而且取消坐飞轮机进前爱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改做快筛，嘛袂禁止无注疫苗的人坐飞轮机。
伫近日奥疫情时代了后，生活嘛改变真侪。日本科技公司富士通就和员工甲饲狗带去办公室工作，得到真侪职员的懊恼，认为伫期间远距工作了后，设置狗仔专用的办公室，配套相关的清洁措施，会当增加员工甲员工的人际关系，对工作效率有帮助。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南韩首尔地铁17传出军队杀人的命案，有一个查某的站务员在巡逻时，去互一个离职的查甫同事杀死。对查发现嫌犯这3年来拢一直咧传信息，佮甲死者偷袭。死者捌甲嫌犯告2解，毋过煞伫1审宣判前1日不幸互嫌犯杀死。纸条甲壁拢搭甲满，内底写有悼念，也对社会制度积极。这是南韩首尔地铁新洞站10时暗时发生一个命案，一个女性站务员伫巡逻时互前同事军中杀害。죄송하다는 말씀 말고 하실 말씀 없으십니까? 제가 진짜 미친 짓을 했습니다. 警方19公布凶手的身份，这个是全年10人，伫这3年期间一直发送信息来骚扰，也捌用偷袭的方式来威胁，或者被害者2摆提告。不过在1审宣判前1天发生这个危险的代志。 더 이상 범죄 피해 속에서 지낼 수는 없다는 생각에 고소를 결심하였고 피해자분이 마지막으로 작성한 탄원서에도 누구보다 이 사건에서 벗어나고 싶은 제가 합의 없이 오늘까지 버틴 것은 판사님께서 엄중한 처벌을 내려주실 것이라고 굳게 믿고 있기 때문입니다. 4全的10人，北向警方表示，互检方求刑9年，为了保护，所以讲在1个月前就计划这个行动，也互被害者无多讨回公道。实际上，南韩则在2001年通过《军中犯罪处罚法》，要强化对着加害人的制裁力量。不过，对着被害者的保护机制，明显也是无够的。 저희가 막을 수 있었음에도 불구하고 막지 못한 거에 대해서 굉장히 마음이 안타깝고 함께 상의해서 빠지는 부분 없이 그런 심도 있게 동시에 굉장히 빠르고 신속하게 법안을 통과해서 다시는 이런 일이 발생하지 않도록 최선을 다하겠습니다. 伫现行的规范中，加害人禁止接近也是联络受害者，不过并无被限制人身的自由。南韩总统尹锡悦伫16出访进前特别讲，会请法务部来修法，初步建议对被害者申请保护令开始，就要对加害人进行密切的定位追踪，希望相关事件不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联合国粮食机构日警告讲，因为战争、疫情、通货膨胀加气候变迁，全球有超过3亿个人口遥期失踪。若罗西亚和乌克兰战争，嘛造成7000万人生活困难。 全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紧急情形，82个国家内面有3亿4500万人正拄着严重的粮食无安全的问题，是2020年疫情发生进前的2倍半。而这个人内面有45个国家的5000万人正承受正严重的营养不良的情形，正伫咧讲饥荒的大门。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向全世界警告讲，饥荒海涌就要来啊！ We're facing a food pricing problem in 2022 that's creating havoc around the world. Well, if we don't get on top of this thing quickly, and I don't mean next year, I mean this year, you will have a food availability problem in 2023, and that's going to be hell on. 伫这群巴基斯坦做大水，农作物拢被泡甲烂去，真侪男女老幼无家可归，伫咧救援布棚内面伫着顶盘，等下面领食的，队长是提前出现。世界粮食计划署所警告的，粮计署讲，气候变迁影响作物的收获，中美洲、南美洲、印度这块温度较悬，抑个做可化，敢若是伫咧非洲粮食生产就欠110亿美金，因若农作物种植需要的肥料，怎么供应也出问题。Number one, China's got a complete export ban on fertilizer. Number two, producer of fertilizer in the world is Russia. And they are struggling to get the fertilizer out. I'm asking world leaders, I don't care how you feel about Russia, China, or anything, fertilizers have got to move to bring food security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俄战争以来，粮食、燃料、肥料的成本一直起，已经和7000万人更加杀向饥饿的状态。虽然乌克兰和俄亥的3个港口自7月底开始开放出口粮食，俄国的肥料也重新进入国际市场。不过，包括伊索比亚、南苏丹、奈及利亚加也门等地，都拄着饥荒的问题。国际社会若是无赶紧采取行动，粮食的危机到2023年将会更加恶化。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天气报你知，来看今仔日各地台温度。
北部地区24度到28度。中部地区23度到32度，南部地区23度到32度，东部地区23度到31度，外岛地区24度到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